呢一年嘅年底，一艘載住接近3000個越南人嘅貨船匯豐號駛入香港嘅水域。港府初時係拒絕接收難民嘅，僵持接近1個月。最終港府基於人道立場，俾嗰批越南人登岸，事件揭開咗越南難民問題嘅序幕。港府以人道立場收留匯豐號上面嘅越南難民之後，越南難民大批湧嚟香港。載住數以千計難民嘅巨輪喺香港海面出現，當中天運號事件就非常矚目。我哋睇下當年記者嘅報導。整件嘅事件嘅過程係咁樣噶，喺今朝早最橫風橫雨嘅時候呢，天運號上面嘅難民呢係決定佢哋採取行動噶。咁有一部分嘅難民呢係將船上面嘅一個鐵錨呢係割斷咗，咁啊任由呢隻船呢係隨海漂流噶。天運號首先漂出西博寮海峽，到達長洲海面，然後經過喜靈洲，再漂返去南丫島，喺石角咀海面擱淺。水警輪曾經多次試圖截停天運號，同時召喚多艘拖船，希望將天運號拖返去原來嘅地方。但係船上面嘅難民並唔合作，不但止唔肯綁繩，而且仲用物件係掟向水警輪。當天運號擱淺咗之後，部分難民開始爬上岸。警方見到咁嘅情形，立即係召喚大批嘅藍帽子同埋英軍到場戒備。起初軍方恐怕難民上咗岸之後會立即四散奔逃，所以派出英軍荷槍實彈守護住南丫島嘅民居。警方藍帽子隊員亦都準備咗大批嘅催淚彈同埋防暴警棍，以防萬一。好在難民上咗岸之後都集中喺石角咀山頭，並冇亂咁走。另外一批嘅難民試圖由天運號右舷跳落海，但係俾水警輪截住，並且准許佢哋登上水警輪。其中一個女難民喺天運號落水警輪嘅時候，因為浪大關係，手部係俾兩隻船夾斷咗。由水警輪將佢載去榕樹灣，再由直升機送走。當全部嘅難民登上石角咀山頭之後，佢哋要步行前往榕樹灣。呢段嘅路雖然只有40分鐘路程，但係由於今朝落過大雨，而且全部係山路，到處都係幾寸深嘅泥濘。2000幾個難民逐步向前行，場面係相當之動人㗎。好多人扶老攜幼，仲挽住大批行李，舉步艱難。有啲人就不知暈倒。在場嘅軍人都協助難民爬山。其中幾位嘅難民講述出事之後嘅情形。擱淺嘅情形點樣啊？都冇乜嘢點啊！我睇都係即係風咁樣吹啫嘛。係點樣斷錨啊？呢個我哋唔清楚，我哋喺下邊瞓。咁啊，隻船漂嗰時啲人點啦？上邊個個咪爭啊，爭總未上啊！驚唔驚啊？啲人都冇咩驚噶啦，而家嘅時候。咁啊，又驚嘅。當時點樣驚法啲人？梗係驚啦，又驚沉船，又驚反船啊嘛，咪個個都搏命逃走啦。咁但係隻船上邊咁冇地方走喎。冇地方走，佢後尾漂到入嚟呢度啊嘛，咁我哋咪個個都湧上嚟啦。係啊。難民喺4點幾鐘陸續係抵達榕樹灣碼頭。頭一批1100人喺5點半左右，首先係乘坐一艘油麻地小輪出發前往芝麻灣。另外嘅1600人就喺天黑之前亦都陸續抵達碼頭。喺冇幾耐之前，亦都係到達咗芝麻灣。